今日用一啲普通嘅家常食材就做咗一個去濕熱嘅湯水。濕熱嘅症狀包括怕熱、煩躁、大脾氣、汗多、油脂分泌多、水腫、疲倦同埋糞便黏軟嘅情況。一煲滾水裏邊加入60ml米酒、600g 嘅雞腿，飛水5分鐘，沖洗乾淨。600g 兩個佛手瓜，去核切塊。大火熱鍋以下1湯匙油，油熱15g 嘅薑絲，煎香20秒。600g 嘅熟番茄粒，大火煮1分鐘。600g 嘅佛手瓜塊，600g 雞腿，邊煮邊攪1分鐘。2000cc 嘅滾水，蓋好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攪動一下食材，蓋好轉細火煮半個鐘頭。2茶匙鹽，攪勻就做起啦。